挺好。妈妈要上街买鱼，做汤给奶奶喝。重复一遍。要。妈妈要。你没注意听啊，你注意听。不是，不许你干预。所以它不是以多动、注意缺陷为主，它也不是以语言的缺陷为主，它是整个的智力都有问题。看的是7岁9个月的水平，但是我们不一锤定音，因为他的这个大脑还在发育，所以呢，在每一年都来随访一下。如果2次或者更多的时间的智商在同一个水平的话，那么你在正常学校读书是不科学的。那金医生有没有说你有过临床的这个经历？这种小朋友现在这个阶段到多少年之后，他基本上能够回到一般的？不可能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在年幼的阶段，任务都是简单的。那这个简单的任务都不会，他突然开窍了。当然，我们发现每个孩子的开窍的节点是不一样的，但是他不是一个开窍，他是要追赶。你这么差的，你要变成正常，我觉得前景比较悲观。那么他现在有没有说通过其他的没有方法？全世界没有。我们的安置是量体裁衣，那是没有通过一些的药物？全世界没有。再讲一遍，啊。但是他这个数学这方面啊，我们基本上还能够跟上他的节奏，就是说在学年不完成，回来之后我们通过训练。因为你给他更多的时间，听懂了？你不要不承认，你不要纠结在这个上面。那么我们能不能说在家里面，就是比如说您现在医生做的那种测试，我能不能随机我也给他做一下？没用。如果这些会了，他生活技能不好，照样不行。你还没懂我意思，他是适应技能为主，不是以知识为主。他要做人啊！你们说明差，他说明差。你要教会他独立做人的技能。他的知识学习是用在他生活技能上面的。